好来，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8点，伫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坐镇，要甲一级开设的管区，也就是特别互风台卡到的陆地这个管区来做示信。也毋过，同意要求要甲花莲县来示信的时阵，一直连袂到。这院长当场面色是真歹看，大声来讲，爱我等偌久咧。阿洪点名这个花莲县长徐正伟来回应讲。 这个示信连袂到，伊嘛无清楚是啥物原因，恐惊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系统有问题。行政长苏贞昌早起8点，伫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要求将一级开设管区的画面拢调到中央来。也毋过，当伊点名到花莲县的时，一直拢无法度连上线，苏贞昌的面色变甲真歹看。 对他们就把他暂时就先跟我们停掉，他们在内部在开会。内部开会跟我视线连线有什么关系？因为花莲县这里甲气象局视线连线无法度连上画面，和苏贞昌甲相关的部长真着急。那现在我要等多久？他跟气象局联系，要用视讯才可以。谁在跟气象局连线？ 等10分钟，花莲县的画面才传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苏贞昌表示讲，顶一摆风台伊试电话，这摆试画面，都是希望大家爱较认真的。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在防办没有办法连这个跟我们的联系上线，因为整个系统一共有3个系统在做联系。 每条风台一入来，各单位拢是严阵以待，做好万全的准备，都是无希望讲有灾情发生。